主后2023年5月初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讲述家族故事。先兄，咱做伙来听读约书亚24章第19、13节。约书亚组织以色列正一组到事件，伊调以色列的长老、族长、审判官以及官长来，因就徛伫上帝的面前。约书亚对所有的人民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古早恁的祖先塔拉，就是亚伯拉罕甲拿鶴的老爸，住伫幼发拉底河迄边，服侍别个神明。我带恁的祖先亚伯拉罕对幼发拉底河迄边出来，行透甲南全地，阁互伊有真侪子孙。我将以撒赏赐伊，阁用雅各甲以扫赏赐以撒。我将以东山区赏赐以撒做家业，互雅各甲伊的子孙落去埃及。我差派摩西甲阿伦降灾下攻击埃及，然后带恁出来。我带恁的列祖出埃及，来到红海。埃及人派战车甲马兵追入恁的列祖。恁的列祖求叫上主，我就用黑暗隔开恁甲埃及人，阁用海水甲埃及人淹死。我伫埃及所做的事，恁拢亲目看见。后来恁住伫旷野真久。我带恁到埃及河东边阿摩利人住的所在徛起，因甲恁交战，我将因交伫恁的手，互恁得到因的地。我为着恁，甲因剿灭。迄时，摩押王西巴的囝巴力起来，甲以色列人交战，佮派人去叫比尼的囝巴兰来甲恁咒诅。我毋听巴兰的话，颠倒互伊连续甲恁祝福，安尼我就救恁脱离伊的手。恁过约旦河到耶利哥，耶利哥人、阿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赫人、吉甲撒人、希未人、亚布斯人，拢甲恁交战。我将因交伫恁的手。我降瘟疫伫因中间，将阿摩利人2个王对恁的面前赶出去，毋是用恁的刀，嘛毋是用恁的弓。我赏赐恁的土地，毋是恁家己开垦的，城嘛毋是恁起造的。恁住伫迄内面，食毋是恁栽种的葡萄园甲橄榄园的果子。讲述家族故事。我的牵手定定甲我讲起因家族第一代信主的故事。伊的祖先是当时家己的汉医，为别人医治疑难杂症。若是家己的某得着喙癌，规个喙拢溃烂，试过逐种方法也无法度治好。有人建议伊去府城找红毛医生，就是心脑病院的宣教师医生，所以伊带因某去到新楼就医。总是连外国医生也讲这病无药通医。就伫因感觉伤心失望的时，宣教师对因讲：阮的耶稣有能力治好你太太的病，就算伊的肉体无得到医治，
恁的灵魂也会得救。恁愿意试看卖无？因翁某两人考虑真久，后来答应受洗，成做基督徒。因翁某两人信主一段时间了后，有一天暝时，做某的梦见一位天使，摕一支粗脚长的针来到伊的面前，一针一线，甲伊的喙的伤口填起来。过两天早起，伊真兴奋对人讲：“耶稣医好我咯！”人听到即个话，就甲伊笑，因为伊的喙犹是溃烂。总是对着日子一天一天得过，伊的喙会溃烂的所在竟然豆豆如盒啊！一点一滴好起来，最后完全康复。伊痊愈了后，生我负责人也讲，这就是我的牧师娘家族第一代信主的故事。今仔日这段经文也是救恩的故事。约书亚唤醒以色列人历史中经历上帝拯救的记忆，用得救的故事来坚固因的信仰。伊召集长老、首领、审判官和官长来到上帝面前，讲述过去的历史，对亚伯拉罕还未信主的年代讲起，到上帝安怎一步一步带领亚伯拉罕认捌伊，赏赐以撒、雅各，佮带领因落埃及，脱离饥荒的困境。侪年以后，上帝佮差派摩西和阿伦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互因不断见证上帝伟大的作为，直到进入应允之地，上帝佮将对得交伫因的手里。约书亚提醒因爱永远记得，这个土地毋是因用家己的劳力得到的。城池也毋是靠因的能力建造的，这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和赏赐。这段故事虽然是以色列人听了搁再听，讲了搁再讲的故事，毋过每一遍传讲，就搁一遍深化记忆，信仰也伫故事传承中不断流传落去。直到今仔日，以色列人还会伫特殊的节日讲述家族的信仰见证，诚侪信仰传承甲家族认同的动力。因会对亚伯拉罕的故事讲起，讲到上帝安怎带领因的祖先出埃及，因的家乡安怎受毁。安怎流离失所诚千年，最后讲到家己的家族安怎伫这个困难中一路坚持信仰，直到今仔日。讲述故事，诚侪家族信仰的力量，每一遍讲述就每一遍深化，不断建构属灵的世界观。今仔日的基督徒也需要重视这种讲述上帝恩典的力量，伫重要的节日，透过讲述家族信主的故事，互信仰通伫每一个家庭中受建立。默想，我捌经历过安怎的生命见证？试看和厝里的人、朋友做伙分享。我捌经历过安怎的生命见证？试看卖和厝里的人、朋友做分享。祈祷，上主啊，愿你赐我智慧，互我明白安怎持续分享家族信仰的见证，互我全家行伫应允的道路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
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